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加润笋，台语安尼写，加润笋。因为害怕受到惊吓，身体发抖，也就是非常冷，冷到身体发抖，这就是加润笋。我正行蛇，只要看到蛇，都会规身躯起加润笋。天气实在有够冷，冷到互人会起加润笋。加润笋的润，就是华语的惧怕。论场就是怯场，就是临场畏缩慌张。想当初头一摆参加演讲比赛，因为论场要讲啥，拢袂记哩了了。这个5、6岁的囡仔囝就台表演拢袂论场，实在真无简单。加润笋的笋，青笋笋，受到惊吓，脸色发青苍白，就是青笋笋。伊出车祸就青惊，规个面啊青笋笋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加润笋实在真趣味。